是啊，你出到条嘛豆就好。对，安用看球咧，抓早系最困难的。我觉得把那个车架色就好呀。对啊。哎，斌哥，你是不想端是不是？那基本上哈，鸡蛋豆腐都大概都 OK， 只是他没有想过会配麻辣。我说真的。对呀，麻辣也没想过会跟他们当朋友嘞。对啊。那我们家哈用我嘅比例系，自家本身是安用做的。看几多东西大概放的。他都已经几年的经验。经验。那煮菜虚啲咯。你爸爸忙出色嘞。澎湃咯。你这系煮百人份嘿啊！哎，明地哦，你袂放下去哦。那你最好吃的哈敢吹黑吗？敢？扣加少少很好吃啊。不可能选蓝队的吧？ 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分享薯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白票。今日呢，過來到苗栗市，我就清歡喜啦。真見哦！用板人講呢，因為佢出衝阿夫卡人球友，啊，今日來參加呢，出衝阿媽媽球友，而且呢，佢兩組同貼貼咯，兩組係好朋友以外。 韓間呢都係那個阿姨同親嘅叫我比賽，冇咁錯。你有看過阿姨跟子女感情暗好嘅冇？我跟我阿姨還好。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啲先來分享到嘅係阿牛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阿鳳哥好，再過來分享到係陸準斌陸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阿斌哥好。再下來分享到啲鳳吹都係來自苗栗市哦，而係阿姨同親嘅叫我來強妹子劉紅蘭姐，歡迎。 咱這條片強榮係來自苗栗市，呢條強榮係阿姨老外甥強下哦，苗菊妹林秀慧，掌聲歡迎！掌聲歡迎！哇，苗栗的菊妹哈，苗菊妹，姐姐你用啥？係到苗栗市係嘛？現在門口嗱有推薦嘛個好高好深好料嘅嘛？公維是隧道啊！哦，有只去行路嘛？特別啦，喺村村咧。哦，真嘅，喺度嘅福神山當個係喺度嘅。 太同學校嘅報茶路嘅下坡，亞嘅數次到嘅下坡。哦，到嘅下坡誒，廿幾年嚟嘅公維樹隧道改變動到呢？動到啊，動到現代了啊。啲真嘅動靜，嘅地圖嗬。啊，嘅龍哥以後是動好看動靜，誒，而且本人也都來了。好啊，好，公維樹隧道。誒，冇錯。好，家下係苗栗市嘛，呢一片咪係苗栗市啫。 親子公園係嗎？係，佢啲嘅玉清宮下去有一隻貓狸貓公園、親子公園。啲，佢有溜滑梯。佢都有八爪的溜滑梯。有個8個滑道啦。是。哦。然後佢還有3副那個石虎造型的玩偶，很適合老人小孩一起來。 胸啊來雕哦，那邊真的很棒，因為衝來就很常在我們家想想啊，去那邊放電。對啊。而且苗栗呢，哎，真的很喜歡蓋8爪的溜滑梯。哎呦，所以跟美不一樣。例如呀，苗栗市廳呢，還記得條分沒有？係嗎？好像也有一個這樣。你真的是苗栗導遊呢？對啊，苗栗都敵呢。對啊，好，馬上來進行天野館嘅挑戰。苗栗風流店。 梁翠會用現代嘅方式接聽主要食材，3點分先指定愛做嘅料理。啲倆之前唔啲會知道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，梁翠會因為條件中3變到手腳來唔參麼？還有梁翠冇知道嘅食材，未為咗煮出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出乜嘅上多嘅料理呢？最挑機、最神奇嘅比賽，臨時是開始了。 又到了料理風流店嘅時間呢，今天到底裡面有什麼驚喜呢？我們這一季最後的錄影，係啊，我就期待看有什麼讓我覺得 surprise。啱啱講，但係講個菜名是不應動到係驚喜了。喂，好來公布一下。來，咩做嘅？紅麥豆、蝦仁、炒卵、番茄炒蛋，你最驚誒！好險有加蝦仁，所以4位 OK， 對，我就吃蝦仁。等一下。 這樣子是要換番茄蝦仁還是蛋？等下看起地點，還是都換？全換嘛，換菜，反正你不喜歡吃嘛。好了，現在拍出菜標，師傅阿姐來了。哎呦，哎，等一下，你有發現嗎？他們2個都比你高。這也是比身高這一關係。好了，箭頭殺條布來了哈，箭頭殺條布。
来，红兰姐，先选。根据我的感应，千万不要觉得红队就选红的。哎，我有这样想。真的吗？那就还没关系啊。你先感觉这个吗？好听的哦，下好离手。看稍微往前看，来数到3，这边翻哈。厉害！所以有可能该边是台 tomato， 另一边是西 tomato， 然后这个是玉女的还是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会翻脸。就会解好。紧紧就口内散攀都是某强品种嘅 tomato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你要扎吗？你要扎，好了，和谐。好，数到3，1、2、3。啊，番薯哦，番薯炒卵，番茄番薯，好恶心哦！地瓜炒饭我们觉得很纳闷，地瓜炒饭。请问你要疑惑干嘛？有没疑惑？番系列是不是？来，这样子，番什么？番豆、番糖、饭条，蹄条，猜看，炒1、2、3。这是番芭乐吗？番石榴，番石榴，怎么煮啊？哎，蛮有梗，要怎么煮啊？你们是怎样？你煮到条麻豆就好了。这用款球咧，你阿扎系最困难。我觉得芭乐吃加色就好呀。对啊。哎，斌哥，你是不想端是不是？那好了，来，马上来听下天意馆嘅挑战。风水呢，懂幸运一开始就开出红盘，有抽到这个 tomato。现在问看下风水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加油！你看讲风水开出红盘，蓝水咪开出蓝盘来。蓝水2位阿姐有信心吗？有。哦，咱第3款。好，两组都已经准备好噻，我们也要说斌哥加油了哈。你的最难了。好，两组都已经准备好噻，现场马上开始倒算，3、2、1，抢开始。开始走，番石榴豆太用伴奏。哎呀，芭乐啊！这都简单啦，我手到了算最简单的。哎呦。一口芭乐，一口虾仁炒蛋。你讲任何一道菜，我们会给分数哦，我们会给分数。等一下，其实你是想，因为佢係 tomato 嘛，你會把它其實那種水果類，但佢唔會動搶味的東西。所以電豆係飯酥長係最困難的哦。你飯酥嘅熟程度嘅問題，會有水。電豆把這啊 tomato 其實。不是說不能。我們就看你到時候發揮什麼創意。那你這樣講完，這樣 tomato 行得款嗎？要啊，應該當接住 tomato 炒蛋啦，哈，有冇？都冇給我燒啊！笑成這樣，阿元有冇燒蛋呢？太油了。社區有關懷據點啊。哦，都3基地都有煮，每個禮拜都煮50-60個人吃。按懂你哦。哦，剛一聽數你懂好哦。所以就煮了頭菜嘛，tomato 炒卵呐。有啦。你要炒個鳳雪，又買個冇強用嗎？愛冇老豆腐。哎，對呢。今天會拿老豆腐案呢。也可以。香港你都有蝦金口內冇按誰渣啦哈。对，哎，虾仁很小。这是迷你型的。那有些人的 tomato 炒卵哦，第6位欠酱會有勾芡，你留會嗎？一點點。tomato 是不是要先炒過？哎呦，雖然我不喜歡吃番茄炒蛋，可是 tomato 會先炒過啊。先幫你皮了一下好嗎？好。把艾麗，我們等下叫郭豆轉來啊哈。好。啊，我聽到關鍵字。明珠嗎？請師傅。黑某師傅嗎？對，我這個我沒有煮過啊。我跟你講，全世界沒有人煮過，全世界。現在嗎？聽他講哦。廚師天數愛。我搶馬啥？都對了。來，都做對了。小冰冰。等一下，破了嗎？沒有。我不給你破啊。計時。可惜。等一下啦。你開始動，我們就要計時啊。只有一個人可以做哦。好，計時開始。我點解蝦煙哈？啊，今下鹽是通過。我啲狗油哦，哎，啲狗油下咗咧。
对，你这个饭酥刚好就狗不是我们请师傅。饭酥哦，等下泡熟了，好所以今天要等下软下一件，这是些大概的豆腐下去，好还有调味料下去，水每样用了的，好饭酥，等下饭酥等下泡好一些葱下去的下进。这个豆腐呢？豆腐也是要这样炸过吗？还是用炒？用炒之后嘞，我豆腐该不绵绵啊？哎，有不用点点调味吗？哎，那个调味料有不用吗？菊妹姐的手在。哎，妈，那你没看到啊？哎，我有看到。菊妹姐的手在。等一下哈，我们等下暂停。不是只有菊妹姐，两位都是。哎，不能动哦。我应该哈讲到只重量讲欠掉，饭煮等下煮落去之后，它会有点出淀粉吧？哎，会含尿啊，会吗？唔会，因为去泡好咧，佢会将淀粉质送到地底咧。哦，2次高粉泡做对啦。我们现场有干梅粉吗？干梅粉。干梅粉你其实可以借给兵哥，因为那个跟拔辣蛮配的。等下然后上个煎粿板薯，你还是可以炒了，豆腐可以炒，选啲调味料，这样子好嘞。豆腐。哦，洗个洋葱哦。哎，时间到了。啊。你有时间吗？哎，应该不会总共先用洋葱。3、2、1，时间到，请停手。哦，让阿姨在炒了那豆腐了啊。视线代表了，哎，你翻译那个不用炒是吗？要豆腐要加，要加哎。阿朱阿姐，等一下快好了之后再加啊，豆腐炒会烂烂的。这个因为今天他千香狗回流控啊，你老去翻译一下。对呀，那你等一下就豆腐炒就好了。还有呀，挑梅啦，豆腐冇切啦，收飞机。有切好了，切好了，切好哎，在水梅上不用了。挑梅了，调味。调味要干嘛干？那个盐、胡椒、盐、老胡椒粉、含糖啦。哎，开这张会厚。可是好漂亮哦，好多豆浆哎。因为他们用红色的那种番薯。对，豆浆。调味。我真的最担心的就你的，因为你是绿色的拔辣。哎，调味係嗎？你做的上色嘛。滴什麼？哦，調味。就可以了哈。哎。涂抹剂，你好淡定哦。对啊。你是不是老师退休的？不是啊，我是农家子弟啊，要做不是，我哪有那么好的命？挑夫啊，挑夫，所以要第一台而且你只有加调油黑嘛，一半就好了。哎，一半就好了哦。为什么一半就好？我不会这样，你全部下去好了啦。刚没做的，不然你要吃哦。葱发芒切。好，那我们先过去哈，大家多多甜甜的炒哈。tomato 烫过，哎，谁说的？哇，怎么按用音哦？你们3个男生啊，对啊，都没有你懂冇礼貌呢。姑说吼，你看一针吼共吸烟啊，清凉共啊。我有讲什么吗？我有点对号入座。对啊。好香哎，有比香妹姐香哦。哎，会香妹的哈。tomato 烫过，已經冇醬咧，應該tomato嘅味是會較淡嘅。他吃過的鹽比你們吃過的飯多。因為爛爛，一下子未燙過咧哦。燙過嘅。tomato 都要炒過哦。剛係炒嘅，我係先炒豆腐，炒嘅當料理咯。哦，我先炒豆腐哦。係嗎？好。豆腐愛炒過哦。啊，冇炒啲咁樣嫩。你做得上學呢？我做得啦。雞蛋豆腐咩？這不要了。好，關了，來給你表演。早夜放棄啦，唔早夜放棄。有番茄要嗎？要嗎？要是不是？那現在就要來，要不要？好來。北氣。那天書哎。好，廚師天書啊。廚師師傅，因為口都幫你挑過呀。師傅天書哎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啊，這個龍沙都走對了。走開。誰啊？都可以啊。龍沙都走對了。龍沙走對了。可以哈。龍沙你按用邊個？因為你不係龍沙強下做。龍沙都走對了，係啦。小孩子才做選擇。上街看一下哈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研究一下哈。哎，我幫你拿走。要通過咧係啊。我 test 你啦哦。好，繼續開始。要tomato我先炒過啦。給茄紅絲我吃對。對哈。啊，炒過以後啊，你做得個茄紅素出來時間以後，你做得冰到了。啊，讓冰個蔥條哈，啊亂落去炒，啊炒好嘅時間，未好嘅時間，你豆腐撈亂同阿條嘅時候咧。
水出来是水。豆腐老乱叫叫啊！冇，抓伊个好嘞，是咧冰落抓摊在地板，啊冰落摊地板哈，我煎蛋，好啦葱，虾仁、豆腐，调是做对的，啊调味，因为你要注意啊，你看，你调成糖果是好。好啦啊，你看，你又切红薯做出来又加籽油啊，水分去烩到加乱地步去乱还有梅头。好。那个龙眼噶吼，按样煮哈，让还有米，还有汤。你等下没从按同样，你按材料你做得加水落去没有痛啊吼。加水好。啊，不是炒汤哦。刚刚帮我炒蛋，炒蛋，快！tomato 怎么可能是炒汤？好，两本给凝固的时间要抓，哈，可不可以抓菜熟嘞？调味哦。哎，等下我要上诉，蓝队刚才是不是超时？都给了吗？确定吗？哦，你要搅。有吗？哎呀，这是不是有点滑蛋的感觉？凝固的时间有啊，抓，嗨，调味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啊，这应该冇乜问题哈。你个不是番茄吗？差不多嘞，葱条先落，一落去啦，炒一下，你係最美哦。好嘅，啊等下，希望上邊。這需要你們家已經煮嘅凍多年呢。一直白煮53年呢。你看紅蘭姐又是很好的幫手。係哦。哎呀，生下來咧。紅色的。調味呢？豆子的。豆腐。好，調味，調梅，湯，好湯，嘿，湯。哎，一漢做得加水嗎？做得。調油愛嗎？我覺得可以先不用水。調油愛嗎？是在調油嗎？摸那感覺按個下醬呢？有一點點鹽吧，沒有鹽。沒有味道吧？紅蘭姐在旁邊笑看着。張妹姐說沒有加鹽，沒有味道。味。摸米頭啊！哎，看起來懂針對誒。哎呀，沒懂。那最尾重盤的時間就掉落去哦。好，我們先過去。好，這邊贏定的啦，哈。2天。滿紅啦。哇！這邊怎麼了？2天才2天的哦。你們怎麼做得很像金沙豆？因為佢飯酥本身會有那種綿綿的感覺，連豆腐都綿綿的吼。多了，我們還是一個重點，老少咸宜。好的。OK。它係只重點，那個雪落去係全部重重。0歲到100塊的歲都可以吃。對。好，等下重盤是差不多，該梅頭就起過了哈。那我去倒數了，走。好。煙草馬上可是都聲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來試試看哪一罐奈布卡米西卡站到咯。好啦，一個乜嘅都做嘅老亂姜阿草，同埋都吃得最正統嘅，還有用番薯，先來試試看那風吹嘅好冇？好，大家來品嘗看下哈。哦，果然冇加 tomato 醬嘅嘅炒卵哦，非常嘅清甜，完全都係食得到嘅 tomato 本身嘅甜味。我覺得我克服我的障礙了，又好食了。改吃都更好吃嘞，因為小的時候我一直吃到個 tomato 炒卵太甜，我不喜歡吃太甜甜的，大概就是剛剛好，而且又落嘅豆腐落去，我吃到當好食嘞。我平常我較煮個安尼。哦。你不卡大白就是按好吃哦，沒按好吃的，我還是還有容易噶，冇注重的。米湯當好食，鹹嘅米湯有甜嘅米湯，清甜的。係啊，我大白看我咩煮嘅tomato 炒卵時時候，我就熱情研究講一定愛加 tomato 醬，結果冇醬之後，很好食。我自己覺得，我覺得沒有醬真的比較好吃。唔會用死甜嘛。對，不會太甜。錯，我很好厲害係攬住你阿頭，用番薯來炒卵，自己唔識食過，食嗰啲看。用番薯用它炒誒。味道真好。好吃，鹹甜就會好食。好食。非常嘅綿呢。你用鹹甜老得來食，一沾到誒，嗰個夾番薯先破糕。古手講呢，用下炒嘅過後，看奶炒。忙是嗰啲片菜。
我啷讲，等下佢做嘅你行較冇識識個，把你叫下臭誒。我雪睇攬出嚟頭才以後，熱天愛半機兩手，大大的掌聲。因為曾經冇人愛用做過，佢都喊做啲做出愛用，家下面就咪就講啦，要都從競賽口感。因為飯叔破過以後，那個甜分哦，完全破出個香味。那香港用破的味道會比較강啊，希望等下嘅評分哦，做啲報復一下哦，看下師傅到底愛用辦評分呢？先來搶齊師傅搶本分數。好，風水一分，等下看下阿邊個搶本分數。冷水一分，繼續關搶數。齊師傅搶公平。好，其實兩片的東南片啦，講上得來哦，所以應該挑一些比較細嘅出來講一下。像間卵兩片咯，第一片是做到它綿密性都較好些。第二片可能係間卵要炒得比較瓊燥一點的，唔是加水，本佢下細胞，對本佢自然凝固之後咧。好，阿邊個嘅想法咧？第一片啊，我本佢係創意嘅分，佢用飯酥係好容量做，啲電腦已經是都有。從因有點從個韓來咯，這種精沙嘅嗰種感覺，應該講我創意嘅部分吼，動力開啊。好，兩歲呢都會個個得到1分，唔過三下來看啊，邊個係咪做得順利嘅，咪得到有分數，因為佢下嘅挺難嘅，睇起個冇想到，就係呢要用板咧炒下鹽炒卵哦，到底要用來表現呢，就搞本地嘅盧師傅咯。哦，睇這個上唔記吼，到底把你用嚟用下做呢？你剛剛講一句好學，就好學。對啊，有信你下面喊上，有信心嗎？有啊，誒，13來啊，來，要從來嘛哈啲啊豆腐啊，你這樣我係先那個揭曉一下，我哋給明白了。哦，冇強用嘅哦。它是假的，是不是？咩，用哪片冇強用？呢杯係。紅心板咧，對，其實老頭媽都有什麼的，又上牆，我是有什麼就上牆。對啊，給口感下 Q， 它 Q。其實我要說一件事情，你們3個男生啊，來都沒有你懂冇禮貌呢。所以高手吼，俺一真吼講私煙啊，清涼講啊。我有講什麼嗎？我有點對號入座。對呀，我們都是要講事情，對不對？修飛姐，都對嘛。包富姐，都對。做對講私煙係嘛？都對。阿有嘛該問題做對滿哦。哎呦，你沒做對咯。做對哈。做對。平常時有練習過哈。調身上練的啦，調身上練的。厲害，懂厲害。阿有嘛該問題要滿嘛？誒，其實我講都懂好誒。乜嘛？做乜該切到像西瓜強用啊？咩就西瓜切到像토마토一樣。你可以了，很像小時候那個西瓜冰，有沒有？對啊，它有加軟糖沒錯，還用新刀。好久沒有吃到西瓜冰了。哎，大家的陰影啊，吼。哎，咩大家很愛嘅陰影。所以你要切到像tomato差唔多啦。這樣真的好可愛喲。人工愛用門吼。除了你只題目幾種巴得落海之家之外，平常時巴得沒做得熱菜嗎？做對了，巴得做對了。有嗎？有，做得做嘛改呢？那個蝦鬆。哦。蝦鬆。做嘛改個現刀會分2種。2種。現在做嘛變分做2種。好，所以大家就想法麼？做嘛個師傅愛用切。開地現炒係嘛？哦，開地現炒係嘛？哎，有可能哦。我答案係嘛嘅咧？答案係香煙。啊？就係安用煙啊！我先見過，然後有啊，對，等下我哋炸到，哇，用魚呢？炸到個卵地位度。姐，那這樣我們要加分吧？哎，好。我們是香妹答對的。掉卵分啊！加分吧。撈卵熱掉。嘿，冇錯。好厲害，有冇進東江誒？啊，係幫你煮看看。咩啊？所以家下係你手都bắt得下好哦。哎，我手到我唔曉煮哦。你做咩講啊？唔曉煮啦，係冇？哦。把你攞去煎會用呀？不過要出水哦。卵地位度要梅頭。唔係，我講用煎的法。煎哦，這個不過效果有隻香味出來是做得的。哦，比如香味出來啊呢？那可以攞點砂糖落去煎麼？沒做得。冇砂糖落去炒以後，佢會變麥芽糖麼？唔會。唔會。
你个个属性冇强。哦，先跟你先来见哈。哎，不是加油哦。是。不是加油哦。你阿爸咧咯，伊就声音都冇上过，基本用到个某个地方度。安是变成焦糖芭乐好香哦！你刚下面就讲诶，该种。都香诶，有香味出来诶。我爱汉人味应该在家变诶。冇啦。你不是要揉梅子粉吗？梅做得啦，每份俾啲啲是做当好食咧。你讲你爱用煮过之后，基本软体嘛？冇软体，所以了吼，撩起来。本佢有香味是好啦。那咩炒果酱的安用起来？好香哦，都香诶。有比香妹姐香哦。哎，怪小妹的哈。基本上哈，鸡蛋豆腐都大概都 OK， 只是他没有想过会配芭乐。我说真的。对啊，芭乐也没想过会跟他们当朋友嘞。对啊。我他建议观众朋友买豆腐卡几卡起啦哈。干你最好吃的哈嘎吹黑嘛嘎。豆浆少少也很好吃啊。不可能选蓝队的吧？都香诶，有比香妹姐香哦。哎，怪小妹的哈。这里下加酒系味道。见人。呀，变化了呀哈。好，没问题。OK。哎，就这像火腿呢。哎，有呢哈。我去像个做个滑蛋那样嘛。滑蛋那样。哦。所以滑蛋系咪肉嘅下豆对嘛？係葱拍嘅，好嚟哈。但係已經爛哈，都唔實要啦。它看起来懂像火腿哎。对啊，你刚一登出呢哦。哦，对，我刚才在整理餐盘。因為本條豆腐爆到個未爆到爛啲咪對。哦。哇。哈金。好特別哦。你睇表。這哈金不是現通過果酒東西。上面按個表該披薩是按烤一直做的呢。披薩。哦，那我們就改菜名咯。好。改菜名咯。基本上哈，鸡蛋豆腐都大概都 OK。对啊，豆腐配点只是他没有想过会配芭乐，我说真的。对啊，芭乐也没想过会跟他们当朋友嘞。对啊。记了，就是用一点水，是讲让个卵会成熟。哦。代表你水后尾可以煮。我现在有点担忧这一锅到底什么味道。因为芭乐基本身咩系甜甜甜哦，佢係咪帶種自然的酸？加紅心芭樂行不了嘅問題啦。哦，加係咪就加湯啦？一點點真是像cái重新像토마토一樣。可是最主要係因為都煮喺高湯當中，真的芭樂小米很香。嗯。加熱過的芭樂很香。家下師傅到來地北度就加醬，你下喊就加醬。係加啲醬。唔是看過安尼煮法，唔是看過係冇。去擺款。誒，小飛姐娘客家話講得當好誒。係啊。客家還有藍水色油啦。你沒看見哦。嗯。他一開始就有講說他是。你要講是人，叫人朋友啦。係。有一啲啲辣椒啊，佢梅頭餡唔會感覺暗甜啊。不能太辣哦，會變麻婆豆腐。哎，真甜誒，又香哦。對。水再多一點會變酸辣湯。哎，我很少看到料理是粉紅色的。應該加鹽還會加調酒哦。哎，你帶一下個香味啊，香氣。到底這個會不會創下小熊軟糖的記錄呢？其實你自己也很傻眼，對不對？啲水果上嘅上講，有啲當時係講咧，誒糖醋排骨啊，咧都。像變來鳳梨的那種感覺，好冇食種。可是鳳梨你菜很常見，芭樂真的比較少。好少啦，點解好少？跟煙菌有冇？其實有一隻口感是做得是像佢其實講佢個蝦鬆的那種感覺沒做得。可是蝦鬆是乾的。口感啊，增加一個口感，所以啊，哦，可是這樣就很漂亮，這樣很漂亮。我係建議觀眾朋友買豆腐卡自家起啦，哈，換就好誒。我們這是教學節目，哎，送你哦。你為什麼蔥花切那麼粗啊？節目會不會幫你上個旁邊說小朋友在家不要學？兒童叔叔有練過。好，白日哈金炒卵，按鈕就好些咯。英國無食過優雅嘅紅心芭樂來 Q 下炒卵炒下鹽，來
太吃点菜，吃吃看呐，敢够一下。觉得还蛮好吃的，因为水果入菜就按牛的米头，也按牛的酸甜米头嘛都没黑酸甜的呀，它只是加了一种把那个香气都要低度，不能够把最后面变成甜的，给黑猪油度留给胡椒粉，加了客家精神下去，我就觉得它合理。我不是说过按的米头一好吃啦哈，一好吃，把的按的炒一好吃，我比较爱吃麻辣。哦，哎，他刚才炒头嘛都会谁？他没有说好吃哦。他现在觉得芭辣的好吃，原来你的命中注定水果黑芭嘞。很香啊，很香哦。俺们师傅啊，忙试过110度按的米头，转去应该当吃宽啦。哦哟，还没得好啊。有实验家精神，还有。其实哦，去选个番石榴哦，其实你皮皮讲选到个芭辣的时间哦，其实选错食材，佢根本用个番石榴，那芭辣冇用，因为芭辣佢係质地鹹硬，啊根本佢用個番石榴去鹹釀，從個豆腐面釀嘅，哦，跟糯米釀嘅，口感，佢嘅口感是都凍好。番石榴有没有？你看软。古时候呢，炒一起来，然后豆腐老软，口感是一致的，有啦。不过呢，观众朋友这都不卡吃吃看呐。好，不过头前呢一毕业，马上就来进行最杯米馆嘅挑战。做下国家料，庆祝日出料理，大家都會照冇慶祝嘅料理方式，兩嘴愛啲限甜嘅時間度，發揮自家嘅好手藝，完成自甜嘅菜式。到底兩嘴會掉出乜嘅澎湃料理呢？一家之主等於慶下國家料咯。各位觀眾朋友，講到客家嘅傳統菜式，因為上到乜嘅？香港喺條上時碗時炒嘛，係最集中看到。碗紅肉啊，碗蒜乾啊，韓國嘅炒味動多嘅變化。基本嘅菜式主題係乜嘅咧？今日有關嘅就係客家經典菜。嘿，你要番茄烤木棒客家嘅媽媽。我要講了。等一下，他忍不住了。他說啊，我要講了。今日你要得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竹筍炒黃豆漿。你冇可能黃豆漿會食做嘅冇？係。唔做嘅嗬？咩我嬸嬸做嘅，我不下做嘅。哦，你叔妹做嘅。好，竹筍係雞竹筍，雞竹筍，切架種嘅。三紅熬嘅，三紅熬嘅，然後紅藍魚熬嘅嘛。係啊，真的嗎？好，最波米館你跟他調成一畢業哈。紅藍，最後你要表現的機會來了，火力全開哦哈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英文風水，結果你一片喺躺到上邊哦，這邊也等不及了，等不及了。來，今日咱隨愛做嘅客家經典嘅菜式，菜名按到客家炒肉，就係客家炒肉嘛，嘅炒嘅第一套就係炒肉，最每一罐嘅哦，最每一罐嘅哦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哦，有點嚇到我。而且秀慧姐，你偷跑哦，你手會冷哦，你的手會冷哦。剛才有到風氣啦，這個有偷跑的嫌疑哦。對，好了，兩支都已經準備好先，現場馬上開始倒3、2、1，搶開始，來咯！客家經典菜，一人講一道，什麼先？就係家下就講的客家炒肉。不要講太多廢話，我只講你講一道。溫煮肚。一道而已，好來。板然。你呢？高麗菜風。乜嘅？高麗菜風。哦，錯。啊，你冇講啊。菜寶，當然你呢經典冇重要。睇起來要做上課，那你嘅客家經典菜係乜嘅？好，來。哇！來，我們來看一下，啲黑氣感作為泡菜，全部都經典呢。對呀，全部經典。這個是曼寧粥哎，來塞呀，助酸的。這個味道，客家人的味道。哇！客家經典香水味。咁樣嘅咧，還有一盤，乜嘅？黃頭醬啊，黃頭醬。呀，嘅我的嬸嬸做的黃頭醬，黃頭醬，有咩吃粥誒？哇，所以今日會不會太多？又泡菜，又黃頭醬，還有筍乾，全部都客家經典，而且客家人最經典的是什麼，你知道嗎？莫大松。妹。
妹有妹的都是客家经典的人物。嘿啦，妹，高雄妹。你准备安多的经典哦，啊，第一行用办来凸显它的特色啊。整盘都进出主角啊，我们没有分配角，配角变成主角了。所有都会足够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干你最好吃的哈嘎吹黑马嘎。客家烧炒很好吃啊，不可能选蓝队的吧？有多么点心他们走时要选我们这里。导歌。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哦，杨青啊，因为猪油黑嘛。嘿。该笋干你话会听来弄该油啦。一定要猪油。我是会食食的。笋干冇猪油哈，冇事啦。你熬出來時間我先用。先拿出來噶，剥皮，剝好哈，拿去殺唄，殺青啊，剝開鹹蛋變樣。如果你唔殺到嚟食，你再拿來凍蛋，拿冷凍嘅凍蛋。用冷嘅個凍起來，凍起來，你愛用嘅哈，你就滾滾嘅水，10個，冇會胖胖。这学起来，谁撇不？冻蛋不用推板，推了不胖胖。哦，一定要冻蛋，可以用小水撒配嘛，这很厉害。我要多吃一点这个竹笋，帮我夹多一点。炒那么多啊，你吃不完你要拿走。我还有看到一张食材呢，小章鱼耶。对，跟你们有嘅，等下还标个盘的面档。哦，小章鱼哈，装饰这样子。好，我等下都动上来哈，先注意哈。许妹姐。牛丸澎湃咯，这个用哎，你都系煮百人份嘿啊，哎唔对哦，就一尾放下去哦，鬼米也不用落去，一火就拿台吗？火外下台了，对些火哦。等一下，客家炒肉我冇挑夫管，我真冇一邊挑夫管。OK， 哎，以前人較苦咪哦，較苦冇按刀按樣嘅料嘅哦去炒，你就拿着挑夫管去干。哦，真实的也就是没有。不過他講的黑真嘅黑頭白黑按樣，冇錯。所以人家不卡了下是客家炒肉時間真嘅冇用挑夫管嘅嗬。都綁米嗬，有不用是咧。因為挑夫管很好吃哎，因為別到又都擦擦啦。因為它一點沒有錢冇錢，也很好吃。想吃就加。它是一個引，把它那個整個味道客家小炒過它提升。哦。等下也條水分攞啲添冇，水嗰啲添。也沒水分呀，油啊。我跟你講豬油啊。秀慧姐，你加來之後客家心口，你最喜歡的客家菜係乜嘢？就係鴨豆。客家炒肉。你們豬肉跟魷魚的比例會不會不一樣？真的很爆富哎，冇同樣的。其實我提前擺看到按豆料呢，該蔥啊沒有切的沒？哎呀，蔥有沒按豆咯？蔥一定要多，也太多吧？太多吧？吃下去才會變聰明。一般的嘞，一般的。所以我覺得蔥加多一點很好吃。黑啦。光條這樣拍起，這木頭是出來，味道就出來了。哎，這是客家經典哦，客家經典的米頭哦。我應該哈，用落啲嘅比例係，自家本身係按樣做嘅。可能這個東西大概放的，他都已經幾年的經驗，經驗。你煮出來輸啲咯，你爸爸忙出色咧。不是要會別到走係嘛？別個味啊樣，等個香味就出來。望下都先過去改片看好，等下過多再來哈。哦，好香哦！咩外河咧啊？忙啦，必注意下啦。哎，我超愛吃這個筍乾。啊，你阿冇係乜㗎？秘密武器。味淋係嗎？秘密武器。味淋。都在講嗎？應該做啲皮款啊。係啦，係味淋啦，不用放啦。我這拉了就有了。哦。因為要已經有酸的，要有酸的啊。有酸的不用。而且炒竹筍啊，一聽我聞筍乾，一定要標嘅福菜啊。對啊，你來到台灣也敢用啊？你的婆婆最會煮的客家菜係乜嘅？控肉。控肉，我必注意下，就永遠唔會。會煮啊。試聞嘛，哈，幫佢搬啊，哈。係啦，我注意下啦，就會。也給我奶酒冰。你下我就。啊，你唔是先餅幫佢叫梅團用辦哦。會啦，有味道啦，有啦。
这有味道啦，哎呦，哦有味道，熊猫鸡有啦，有米头啦，嘿嘿，黄头椒。你要大白鱼下去哦，煮饭其他人学的时候都煮按澎湃哦。有时候煮汤啦，哈，温顺滚汤，没竹笋汤，啊，竹笋汤浓蘸的，加排骨安尼啊，哇，拢条这样海是这木头就出来，味道就出来了。哎，这是客家经典哦，客家经典的米头哦。我应该哈放落去的比例係是甲本身是安样做的嘛？看几多东西大概放对了。哦，点缀啦。他都已经几年的经验，经验。那煮菜虚啲咯，你爸爸忙出色嘞。他煮干煮腌子安样煮的是谁认识当我是加半盘哦。半盘啊。这个本来就要有加的，没有加是没有不甜不好吃。哦，经典里面有放味淋吗？有哈哦好。放卡不卡用很煮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差不多哎，加油喽！好，哇，阿勇是巧嘞，你看。哦。那我哋要片面甜甜边。啊，好香。对，没有切到呀，没有切到是吗？没关系啦，那就吃大块一点的。那有剪刀啊，有剪刀。很香，真嘅浓酱有煸豆的米头。等呀，煸好诶，当冰虫诶。好来，现在这给你。那我要去倒数了，你们先准备一下了哦。要吃米头哦。好嘞，得奖感言先准备好哦。现场马上开始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这款啊最杯面一罐，也个客家经典菜，哪一组较经典咯？哦，一个掌声是献给我们客家经典菜的啊，有按到经典的妈妈、爸爸在用办法做出按经典的料理，我们看下来先吃这款哪里风吹的料理。好好吃，我要续盘。真紧，大家嘅食材真紧唔会抢做其他嘅主角嘅表现呢。網頭就咪當好食，嘅筍乾咪當好食，學菜咪當好食，唔會馬上傾過馬上用。最主要呢，油邊誒每一樣都是客家經典嘅配料食材。網頭醬哦，加落去過後，本下筍乾呢會轉乾，會轉甜。真的非常好吃，不是只有酸油，听听我转感。大概就是对的，差不多。真挺懂后生呢，莫怪哦，你要三川多煮不看你就好生煮的菜。才5到3秒鐘哦，食到香香哩哩呢。這道菜真的好吃，唔但講很愛哦，很好吃。跳看到師傅的涼盤沒摸了哦，很好，真的很好吃。不要跟我搶打包好嗎？真的。經典嘅兩家時來講吼，咱是個客家炒肉，客經典。黑毛，嘿，来，吃客家最经典客家炒牛。来喽，也给是客家炒牛的时间要怎么知道吗？用猪肉也好食。真紧，爱清杯呢。当经典，因为呢，客家炒牛一定要做到嘛，有白豆，各位头有7道木头，还有香米。全部都有炒出来。哇！一打紅色菜，千萬用豬油來煸，越烘，唔是結，那就慢慢用甜咁煸，煸過以後吼，個油哦咪冇煸到個非常嘅走，還係有啲 QQ 嘅感覺，嘅最好是該種，真勁厲害。所以我們香妹姐剛才在講哈，她心目中經典的菜就是客家炒牛。你知道加不卡煮都用吧？公園嗰隻就係生意有專門，都有數量。生意嚟煮文講愛炒料，你就炒必食。哎，你下個在地背度啊，還唇齒留香。苗媽媽，你有冇暗槍哦？哎呀，那有暗槍，好吃吧？真勁懂好吃誒！歡迎來到謙虛大會。好，等下除咗看下師傅到底愛你啊客家經典嘅菜色當中來評分咯。緊張嘅時間，馬上就會到我看師傅是親手哩哦。好，齊師傅搶分數。好，水妹家分數請阿邊個來分？哦，搶手哦！恭喜！
是师傅相公平。其实真紧吼，两片的该洗温洗潮，真紧冻难拼啦。去冻咖粉的地方嘛该，去全部该配角融入变成主角。还有一点是该黄豆酱冻咖粉，本来都有黄豆酱没做咧炒该助葱。今仔日本该不顺，真紧冻好些。俺某本家客家小炒真紧是俺个人的想法，俺的想法吼，直接讲。水母的是因为变成污处，一点的污处，本去提起的梅头，还有一点是梅头含抹暗冲啦。你做咧变该胡椒粉变豆豆，跟湿度跟梅头是会下好啦。并购来分享一下，其实唔紧系东南边两片吼，像做到冻好啊。伊两边吼，伊个梅头层次啊，伊冻到，但是两边哦，草药个最后的是个口油的嗰种嘅香味，我自家对客家菜。诶，干果是会介头油的介种的香味啦。这讲啊，咱可以放酒，鸦片就摸酒啊。也可以讲呢，听起来一定有上到。唔只想看大家参水咋都可以按景点呢，你客家嘅妈妈做出来嘅料理，当然都係客家景點菜啦。我就馬上出來頒獎咧！耶！我就老公啊，來到沒有你的時間，師傅會最困擾的，因為實力不相上下。兩組都會這份厲害嘅，苗栗呢，基本上你知道嗎？過個紅綠燈全部都是師傅，路後全部都係。嗰時候呢，今日成績出來，兩組都可以得到2分，都係大頭名哦！恭喜！這個永義鳳珠得到前5年的加菜金，謝謝。賺到咧，好。你看下咱這禮拜係咪係大頭名得到1800嘅加菜金？你們呢熊妹子哦，其實係我覺得他表現得最好。禮拜參加嘅心得，老太家分享一下好冇？我當感謝，我係有了機會。謝謝大家。人家順講很好食咯，保證保證了。好，那你把我過來嘛？有機會沒啦？好，謝謝，好，謝謝。為什麼要叫他再來？因為他的經典太多了。今天才煮那一道，你今日當煮一出，人家嘅經典我煮出來把泡了幾年了哦。咱這禮拜吼，咪係大頭名吼，尤其係。苗媽媽的手藝，她不是苗媽媽，她是苗小姐。哦，咩啦？因為下期第8度全部你喊嘅苗媽媽嚇，有乜嘅心得都得老大家分享。你講，好標誌哦。感謝人家製作單位給我們這個機會。苗媽媽的手藝當好，還會主動到用菜，歡迎大家都得來看下示範哦。大家很有機會，我繞場你一擺，好不好？按姿勢啦。唔會。我們剛才香妹姐啊，佢都會推推罵講，幹嘛給我這個？我要鍋子，笑死！電工嘛，養就會養錢，數張有福嘅啦。看一百吼，你來時間唔好主動按槍，數誒就有福嘅。今天鍋子應該也是蠻好的。先講嘛吼，看一百你來數啦，好嗎？好，看一百了就調絲，嘅條有冇撈，就冇標，鹽不用糖，就有可能會得到福嘅。我們節目呢應該係受有嘅料理節目地度當難得，開始個來呢，不管養老熟都懂聽，甚至於很想會熟誒。開始個來大家特別同樂，分享家裡的好料理，熟養都沒問題。對，真嘅，唔是講，唔是緊張，歡迎所有嘅朋友打電話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依家資助等你聽下來啊，特別分享不卡嘅好米西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